教你點樣免費任用 Gemini，即使係香港都得，仲可以用嚟改圖啊，Gen 都幾乎可以任用啦。呢家 Google Gemini AI 出咗最新 Gemini 3 Flash 模型，免費用家每日都有大量生成次數，即使 Gen 圖都可以每日玩到50到100次，唔再好似以前 Gen 得幾張圖就要升級。不過免費仔要用最新 Nano Banana Pro 同埋 Gemini 3 Pro 就每日得幾次限額㗎。但係呢家新出嘅 Gemini 3 Flash 已經足夠有用啦。如果睇跑分，甚至比 ChatGPT 同 Grok 模型都勁啦。要用 Gemini 3 Flash，最簡單方法就係用 VPN。如果唔用 VPN，依家直接用 Google AI Mode 咧，已經支援用 Gemini 3啦。連上之後咧，免費版主要用 Gemini 3 Flash，速度快，回覆好自然。用起嚟超簡單，直接打問題問佢。例如今日香港天氣點，或者上傳相片，叫佢分析呢張相係乜嘢。甚至叫佢改圖、Gen 圖，仲可以生成 PPT，做深度研究等等。如果想要詳細教學，同 Gemini 10個必用功能，留言 Gem 發你有關教學啦。